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许巍老师，欢迎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讲客家，爱买客家人哦，我也是客家人哦。前几天我去探望一个住院的朋友哦，他跟我说：“现在不要吓我耶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已经把胆囊切除了，某档没有了胆囊了，某就是没有，档这个字就是胆囊的意思，某档就是指没有胆囊了。好啦，首先我们先来学客家话的脑怎么说，叫做 no 四 no 四 no 就是脑，四看到那个字了没？那个字就是便便的意思，所以脑袋里面有便便。可是客家话是这么说的 ，no 四就是脑袋，某 no 四。就是指他没有脑袋的意思，所以客家话里面说亚让你某 no 四，就是指没脑筋的意思，也很笨哦，也可以指一个人记性不好啊。比方说造个句子好了，嘿，我亲某 no 四哦，还不用弄到我全部唔记得嘞。我这个人真的是某 no 四，我放哪里我都唔记得了，我都不记得喽。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，你看我许巍老师教客语，一定要。You know 四就是有脑袋哦。再来，我们看客家话的肚子，肚子叫做肚四，肚四。大家一定想，四那个音又是那个便便哦，对，很奇怪哎。肚四就是肚子。还有呢，客家话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语言哦，还有很多的成语，比方说牵肠挂肚，怎么说呢？甜宠挂肚。甜宠挂肚，意思就是指形容对一个人很思念的意思喽。再来，我们说到舌头，舌头的客家话叫做沙马，沙马。再来一次，沙马就是指舌头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学了很多关于客家话身体的东西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喽。做事情千万不要 no 四，就是不要没有脑筋哦。好。然后呢，如果出长在外的话，要常常打电话回家，以免你的阿妹甜宠挂肚。我是徐薇，我们下回再来学一些新的客家话喽，拜拜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